行疫情指挥中心今日公布的国内新增加的15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，包含有14个係對境外勢落來嘅，韓國有一個本土個案，現時累計病例有298例。另外，今日公布嘅確診個案當中，有啲人長期到菲律賓做事，28人轉到台灣嘅客，同先前一啲確診者坐定常用 BR282病機。指揮中心提醒，建議坐定強病病機嘅人客，要注意自己身體康健。北埔有一間高中，先前因為班級低度有全期感染，停課2禮拜。指揮中心講，也見全期事件，總共採檢嘅74個。今日公布全部係陰性，天公人8日就做得恢復上課。南美洲國家秘魯對16起事同邊境關起來，我國還有81人留地當地。外交部講，天一病機今日凌晨講4點，已經載定55個台灣人離開嘅。早晨10點去到美國嘅邁阿密，接下來駕到就做得轉到台灣，或者係留喺美國。發航安全警部會啟動頭一病微保機。對上海浦東機場同留地赴北嘅台灣人接轉來，對赴北到上海坐車差唔多要10到12點鐘。轉台灣救援飛過，大家當地學校也排幾批，為盡量克服困難，去到上海。指揮官陳時中表示，當歡迎駕到轉到台灣。